先请各位友志吼，平安。今日真寒吼，大家比昨做哩较好一淡薄，不过也是真寒吼，感谢大家是会当半工来听咱的讲座啦吼。咱这逐个月一场，对今年开始吼，改做第2个礼拜三举行，本来是拢第1个礼拜三啦，对今年开始改做第2个礼拜三安尼，想讲。本来想讲要固定是这场所，照咱剧团的场所办，不过因为这实在是租金太贵了，所以可能会搬散吼。所以咱今日这个台语沙龙讲座，真欢喜会当邀请咱的罗宜中教授吼，罗宜中兄来要甲咱分享宜中当地观察国际局势吼。最近这几个月。有人讲台湾人敢若是世界上关心美国大选的一群人吼，所以就是有关这个国际局势足精密足侪复杂这个变化，咱希望等下透过宜中兄的讲解会当互咱更较深入来了解讲咱台湾伫这个局势的状况。可能会当安怎去思考，安怎去行动安尼啦吼。咱就甲时间要来交互宜中兄吼。宜中兄常常伫个保险公司，也是其他的媒体的即个talk show吼，论坛性的节目，即个讲这国际局势分析吼。真欢喜今日会当有时间来咱遮，咱泡泡来欢迎阮宜中兄罗教授。歹势吼，我搞迄喙我甲闭起来吼，因为安尼讲话我等下我讲一个目镜全拢了，所以讲总真实个吼。今仔日真欢喜，嘛真荣幸吼，有这个机会，互这个咱陈宏贵女士的邀请，甲这个李工款吼，李工曲是个吼，李工曲基金会的这个邀请来遮，算讲甲大家分享吼。我个人对这个国际形势，吼，尤其是即摆台湾，我是感觉讲，过去这4冬吼，真侪代志拢发生啦，嘛，互台湾社会对这国际形势吼，即摆有真侪新的关心。像讲伫迄个以前，因为我个人本身的即个专业，伫即个talk show本地吼，我的物件应该是talk show，想要找我去讲，结果到后来发现讲，尤其是去年吼，甲迄个前年。算讲迄个talk show要找我时，找我迄个机会非常之侪。实际上差不多10个内底，我是杀甲7个。所以讲我迄3、4个去吼，但是也是讲这3、4个我有去的talk show，可能嘛真侪人有看到。所以这表示讲，即马吼台湾一般来讲对即个国际的即个形势吼，即个关心吼，相当不止啊悬。嘛因为安尼，所以讲。我是讲今仔日来讲即个题目时阵吼，可能就是甲大家分享我个人一个分析。当然吼，我即摆来讲是讲，伫即个新冷静的即个局势下骹吼，我的题目是新冷静局势下骹，台湾要安怎来看即个世界，也是讲台湾安怎来理解台湾甲即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讲，当然台湾甲中国之间是安怎，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但是我无要直接切入讲即个台湾甲中国关系，是。对这世界的这个局势吼，来做一个分析。咱对这个所在，咱才有法度来理解，讲到底要安怎处理甲台湾中国关系。透一句话吼，我是感觉讲迄个蔡总统无论讲大家对伊个看法安怎吼，有一句话是讲台湾甲中国关系爱对世界连入去中国，从世界进入中国吼。这款的这个方法论，我是感觉讲是较正确，因为无了解整体一个变化吼。咱也是讲要直接去来处理甲中国关系，变成讲吼完全，讲用迄个北京的话语来讲，叫见树不见林吼。看到树木啊，但是无看到几丛的即个茎啊吼，的即个问题。所以讲第一点吼，我讲迄个新冷静，当然即摆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问讲，什么时阵世界进入即个新冷静吼？这嘛有真侪长辈，所以讲伫迄。算讲，伫恁过去拍拼时阵吼，迄当阵是冷静嘛，对无？冷静是美国甲苏联即摆已经无伫个啊，敢剩即个 Russia 吼，敢剩即俄罗斯吼，即个国家。
啊，即个Russia 即个国家实际上伊的土地甲伊的人口吼，是过去苏联的一半，是算讲过去苏联的一半。所以讲表示讲过去即个美国甲苏联即个冷战，伊即个过去的过程，那算讲真侪中国过去经历的时阵吼，啊，但是即摆世界佫进入一个新的冷战，所以讲咱就来了解讲到底这是安怎来发生。咱即摆先讲吼，为什么我会讲即摆世界进入一个新冷战？吼，当然新冷战本身吼，新冷战本身，伊算讲是一个由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咱即摆知影讲吼，伫即个冷战的时代吼，算讲你个美国甲苏联吼，伊个对抗，啊到咧后冷战到新冷战，差不多我会区分是安尼吼。当然后壁这三个是讲等下我咧甲伊讲，伊若更加分析讲到底伊影响是安怎？哦，所以为什么即摆今年讲新冷战？我即摆先讲，当然即个新冷战的即个状态吼，即个状态是由安尼发展。安怎讲呢？咱知影讲即个即摆 Trump 即个 administration，Trump 即个政府吼。应该就是爱落台啦，吼。啊，伊个国务卿 Pompeo 伫去年应该是差不多6、7月时阵，有咧讲着讲吼，即摆美国甲中国关系敢像是一个，伊英文讲是讲 a new kind of cold war， 就是讲一个新的形态的即个冷战 ，a new kind of cold war， 吼。所以讲这是美国家己有安尼讲，但是我是讲咧发展的状态是讲，但是拜登的水准，即摆要开始要做总统的拜登即个政府吼，啊，伊的即个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伊就负责讲，嘿，美国甲中国毋是伫冷战，所以讲犹原是有人咧争论啦。但是我是讲吼，这毋是讲美国要承认，是讲无要承认，因为美国的即个总统是讲伊下一个总统，伊看法无共款，即个状态就改变，毋是安尼。伊毋敢包括美国家己本身的即个主张，嘛包括中国的一个做法，啊，甲其他国家的反应。所以讲这是拢总。真侪无共国家即个反应拢总难做伙，所以讲咱即摆会当，我个人是讲即摆进入一个新冷战，吼。啊，另外一个讲几项判断的标准，咱知影讲，伫2008年开始，咱到来即摆大家拢知影讲，美中毋是美国甲中国开始拍即个贸易战，对无？吼。啊，贸易战本身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战争。咱即摆了解吼，美国甲中国，尤其是对即个1990以来，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吼，有像阮两个国家，无论是台湾的议题啦、西藏啦、人权啦吼，啊，迄个有诶无诶其他诶，吵到迄个咪咪变变，但是吼，有一个所在绝对两个袂去相惹诶，啊，就是经济议题。无论讲美国内底对中国较强诶，是因为讲啊，即个经济吼是唯一会当。避免美国甲中国真正吼，下迄两个火车伫遐烧落，会是真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讲，大家拢爱趁钱，爱趁钱的时阵吼，起码有即个所在吼，咱莫互伫经济即个所在，互两个国家的即个关系国家拍歹去，吼。所以讲，对中国较强的，尤其是安全观点较强的遮个人，伊嘛是当然讲经济即个所在莫甲紧张。啊，是讲对即个中国可能本身吼，较。温和哈，采取较温和即款的即个方法的人，伊是讲经济吼，啊，就是美国甲中国共同来趁钱，啊，趁钱的时阵吼，啊，中国就会愈甲美国共款，所以讲中国内部即个政治体制就会改变，吼，所以讲为着安尼，对中较温和人，佫较认为即个经济是绝对袂当，互即个经济关系拍歹去。所以讲，无论讲美国甲中国，美国内底对中国安怎讨厌，是讲安怎来即个，感觉讲真挡袂牢吼。啊，但是伊对头到尾拢袂伫即个经济即个所在会甲伊咧相惹，吼。啊，当然这过程的时阵吼，伫算讲差不多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国的，人讲迄个 trade deficit， 吼，伊个 trade surplus， 中国对美国 trade surplus。啊，就是美国一直讲对中国 trade deficit， 就讲这用华语讲这贸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啦吼，这个伫这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都已经几若百亿，
差不多600-700个。啊，但是迄当阵吼，美国犹原是无针对即个议题、即个所在无讲迄个贸易的即个利差吼，对中国做甚物款的即个要求。啊，伫2007年、2008年的时阵，实际上美国内底已经有民主党的像国会议员，讲中国即对美国即无公平的竞争吼，结果互美国的工人拢失业啊，啊美国迄个工厂拢爱刷到中国遐去啊，啊结果迄一个咱讲诚夸张的一个状况是讲吼，美国内底生产的即个成本吼，比美国把家迄工厂刷到中国去生产，搁倒转来卖到美国遮来吼，搁较贵，变成安尼啊。所以讲，伫迄当阵拄着总统就讲吼，啊到遮来迄工厂的头家吼，想讲我伫遮即个所在生产，无论讲我是要lay off，还是讲要继续雇佣遮个工人吼，我伊迄成本，啊甲迄环境的成本拢诚大，吼，啊无我规气吼，甲迄工厂拢刷去中国，啊用中国工人。我若制作了后，我搁刷倒来即个所在卖互美国人，迄照常我搁会当趁钱，啊，迄成本搁比即个美国遮个生产搁较俗。所以讲，迄当阵已经有人吼，感觉讲即个已经是无公平竞争。但是伫2007年、2008年、2009年的时阵，美国犹原是吼，无人想要针对即个议题对中国来讲甚物话，吼。啊，所以讲这是迄个贸易战。啊，但是伫即马吼，差不多2018年时阵，开始对中国贸易即个所在会开始来发动即个关税吼，算讲会惩罚的措施，所以表示讲安怎，美国到后来即马对中国，也是讲即个经济行为顶头的不满吼，已经感觉讲连即个过去绝对袂当去，互伊破坏到诚无好所在，像讲经济即个困扰吼，嘛愿意互。伫即个所在爱甲什么爱对中国来处分，所以说表示讲吼，也是面对过去认为讲袂当去 touch， 袂当去互伊说讲变歹去即个经济关系，会当互伊遐愈来愈歹。这表示讲，到底美国甲中国关系有啥物款的即个方式会当互伊搁较好起来？即摆看无啊，所以这是为虾米吼？咱即摆讲着讲，为虾米即个贸易战本身？对于观察美国甲中国关系非常重要，毋是讲贸易战本身对中国，也是讲对美国造成甚物款的影响，是讲连即个议题拢会当来互伊发生冲突，所以表示讲美国即摆来思考对中国吼，已经无甚物所在袂当无冲突，应该是安尼来看。啊，第二是讲中国本身家己伊的一个反应，当然2018年。美国对中国开始来用这个贸易战，尤其是咱讲迄个创这个总统吼，因为就讲trade deficit 伤大，吼，伊讲我要拍这个关税来对付迄中国无公平的竞争。啊，但是迄中国算讲互伊拍2冬了后，啊，当然本身嘛是受伤不止啊少嘛，不止啊济嘛吼。啊，伊的到来，伊个想法是讲，啊无吼，你既然对我安尼，我即马吼。我就爱了解讲美国甲其他西方国家吼，可能即未来即争论愈来愈济。无论讲拜登，也是讲其他领导者，中国即摆认为讲，无论以后是甚物款领导者，迄当阵是拜登也毋知影讲伊到底会赢是袂赢。伊迄中国本身的迄个理解就是讲，美国无论讲甚物人起来，可能即个美国甲中国之间的经济即个战争吼袂煞啦，吼。你既然讲袂煞，啊规气吼。与其吼，我互你甲我拍交，互我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啊无我先家己甲迄个外口迄个结论吼，我先甲伊斩落断，吼。所以讲伫咱有看到应该是伫去年吼11月底时阵，中国共产党有开一个，所以讲用华语讲做五中全会啦，共产党第5届的迄个全会吼。啊，伫这五中全会内底，伊有2个主要的一个经济计划，一个是第4届5年的经济计划，啊，另外是一个真特别，是讲未来15冬吼，到底经济的这个展望的一个会议。无论讲是迄个14届的这个5年经济计划，还是讲未来15冬的经济算讲前景的展望吼，拢有讲着讲。
中国未来发展是讲以内循环为主，我甲你讲，以内循环为主的这个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内循环，什么叫内循环？用华语，意思是讲吼，我家己食，我家己生产，我家己用啦，吼啊，有的人吼讲较粗俗就讲吼，家己摆的物件，家己甲食落，安尼啊，家己洗家己食啦，吼，这真粗俗就是安尼吼。意思就是讲，中国即马开始要追求算讲较自给自足，哦，即款的一个策略。啊，咱知影讲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1990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透过甲全世界咧做生意嘛，尤其是伊爱出口，伊的出口是算讲中国经济发展上重要来源。啊，但是无想到30年以后，竟然讲中国伊讲未来的发展，伊甲外口这边结连吼，爱甲占无断。哦，即使没有完全斩断吼，嘛爱安怎讲？爱降低甲外口之间的结连。爱用内底，咱讲内循环吼，以内部的这内需吼为主来做伊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策略。所以表示安怎讲？咱即马看到中国本身吼，即马毋是讲美国要对中国要拍贸易战，算讲中国本身伊对外口经济嘛主动要安怎？咱遐脱钩，毋是讲过去看过2、3天报道讲。美国啊，中国经济啊脱钩，吼，美中经济要脱钩，啊，真侪人就讲，这哪有可能？吼，大家经济，所以讲你，所以讲大家迄高高低做伙遐尼久吼，哪有可能讲迄有完全迄个切落开？啊，但是即马哇，中国本身嘛认为讲吼，即个经济吼，可能迄以后，靠这外口国家无法度，无路用，我爱靠我家己，所以讲连中国家己嘛安尼想。所以这是认为我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讲为什么我认为吼，新的冷战即马开始兴起。啊，这个物件毋是讲美国的这个新的总统伊主张是安怎，是中国即马采取的一个作为，吼。啊，另外吼，一个算讲更较奇怪的一个发展是讲，去年开始武汉肺炎，吼。这件代志，毋是讲全世界创甲密密麻麻，对无？啊，一开始是中国出来，就到即摆，伊原无要承认讲伊本身是武汉肺炎的一个发源地，伊敢若是讲哦，武汉肺炎有对中国才出来，但是伊迄个到底是毋是对中国出来，可能讲毋知影，有可能是讲美国的迄个军人啊，来去中国去运动，结果甲病吼放到这中国去，放倒到中国去，还是安怎？什么款的这个理由拢有啦，但是我讲吼，伫去年一开始武汉肺炎开始的时阵，当然中国本身是足紧张的，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啊，当然到后来，算讲伫5、6月时阵，佫有发生什么？佫有发生水灾嘛，吼，佫有到即马佫有啥物真寒对无？敢若像对去年啊，对年初到年尾，中国大小天灾不断啦，有水灾啦，有旱灾啦，有迄个食米，算讲生产无啦，到后来佫较寒。啊，尤其是即个去澳大利亚咧进行即个吼，无爱买伊个煤炭，对无？啊，结果伊即马无法度进煤炭，结果人一晚天气讲海冷，啊，毋知要安怎用，零下10几度，啊，叫大家爱节电，吼，这无真多一个做法。啊，但是吼，虽然是安尼，但是中国看到尤其是对去年的差不多7月8月以后。包括讲美国、意大利啦，像欧洲这个国家吼，日本吼，伊的这武汉肺炎的代志愈来愈大，愈来愈无法度收山，吼，啊一直咧发展，一直咧拖。啊，中国即马发现讲，我的这个国家有法度甲控制，吼，我有法度甲这武汉肺炎伫我这个所在控制到压到10万人以下，吼，伊讲中国就讲伊真厉害，甲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来讲吼。恁即个民主的即个体制，无法度来对付像讲即款的什么大规模的即个传染病，啊，但是讲，所以讲对迄个时阵开始反倒伫中国内底，你也是讲有观察哦，伊有一个新的言论，就是讲武汉肺炎代表即个中国的一个政治的体制是比民主搁较好，啊，所以讲伊对遮开始有一个新的自信。毋敢讲伊的即个算讲伊的体制较好，嘛表示安怎讲？讲即中国这国家力量吼，因为武汉肺炎，甲即西方包括美国甲欧洲这些国家伊的国家力量，拢甲伊算讲迄个拍败，还是讲拍一半了后，
啊，变成我这个国家即马开始愈来愈强，我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即马你看也是讲中国内底经济学家吼，有一个真普遍的一个讲法是讲，2030年的时阵，应该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比全世界上大。这毋是讲一个人讲哦，几若人拢在讲，几若人拢在讲，所以变成讲这中国即马吼，毋敢讲政治体制啊규限语言，认为讲这西方的体制无法度来处理以外，嘛开始对家己的国家有一个足新的自信。所以讲，而且伊对这个认为讲伊的这个政治治理的方式比民主体制搁较厉害吼。啊，毋敢讲伊的国家的国家力量会超过美国，伊嘛想要甲伊的这个治理的方式要对外口要甲撒出去。啊，要撒出去一个真重要迄个工具，就是讲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所以讲来拢是 long distance 对无 ，remote 吼，咱拢无爱讲接触，所以讲即算讲远距。即款的即个交往变成不加重要，也是讲要远距的时阵变成什么款5G 啦吼，更多的即款咱讲Internet， 也是讲即个long distance communication 即款的器械，也是讲伊的即个算讲演算法吼，变成不加重要。啊，中国伫遮吼，算讲5G， 伊认为讲伊的华为伫即个所在是全世界算讲上厉害的，嘛因为安尼。因为全世界爱武汉肺炎的关系，需要 long distance 即款的即个器械吼，变成讲中国就利用即个器械的出口来甲伊的即个统治的模式，那迅速安尼甲伊杀到外口。所以讲，这是咱即马所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状况。啊，另外就是讲吼，北京嘛是真开真侪资源吼。这伫算讲对2017年到2020年吼，这3、4年的时间。算讲有西方的国家开始有真侪即个研究，有做讲用华语讲中国锐实力啦，啊英文叫做 sharp power， 意思就是讲中国是安怎用伊本身家己的，无论讲是即个科技，还是讲即个算讲伊经济买收，还是安怎吼，用种种的方法，要对即个民主社会，利用民主社会本身是开放一个性质，吼，安怎来对内底，互迄民主社会。去一方面宣传讲中国是真好，啊，第二个是讲，甲民主社会内底讲中国歹的，这声音拢甲伊迄个消灭掉。啊，第三个就是讲吼，安怎互这民主社会内底吼，感觉讲中国即马是真强，所以讲无法度甲对中国来抵抗。所以讲，伫遮吼，北京即马有开真侪用真侪资源，对民主的体制，咱讲进行渗透颠覆。咱知影讲2018年迄当阵台湾。11月迄摆选举有真侪，算讲中国这假消息嘛，对无 ？fake news， 也是讲假的算讲无实在，这个消息，乌白乱传，结果对咱的选举，对咱一般的人民吼，造成伊的认知顶头真大一段困扰。但是因所做毋是啊，是针对台湾尔，伊针对 Australia， 伊针对像讲迄个美国，针对英国、加拿大，拢有同款的即个代志发生。像讲对加拿大来讲吼，应该是着。2018年的时阵，就因为安尼，加拿大迄反对党的一个算讲number 2， 反对党内底算 number 2的人物，就因为安尼，互人掠着，伊接受当去啊，接受即个中国派伫遐算讲一个算讲 spy 吼，间谍吼，甲伊的即个支持，所以讲，互伊对一个算讲上尾流的即个议员吼，愈做愈大尾啊！愈做愈大尾，是嘞吼，结果愈做愈大，变成讲反对党内底 number 2的即款的人。啊，结果因为新闻有人甲调查，结果发现讲伊甲即中国生理人之间的即个算讲无正常金钱的关系吼。结果到来伊就开始要去对外口来讲道歉，啊伊嘛失去伊即个议员的即个职务。迄敢若是Australia尔，啊迄嘛是伫台湾算讲11月选举进前发生的代志。啊，这毋是干一件呀，包括加拿大、包括美国拢有吼经济制裁，对无？伊用无要买Australia即个钴伊的煤炭，啊，但是伊对即个日本的，日本即个深卡库就钓鱼在迄个海面，中国的即个军事的即个行为吼，去年来讲吼，就伊的即个频率就比算讲对2013年到2019年加起来拢侪。
我即马算的是讲，对2020年到2020年这10天的时间，中国伫迄个所在的军事的即个行为吼，的迄个频率加起来，无去年一年中国对日本安尼的做法。啊，迄个去年，所以讲大家也是讲注意即个中国甲印度之间的新闻嘛，知影讲吼，两个部队吼，伫迄3、4公尺，4、5千公尺迄悬山，伫遐算讲来对峙嘛。啊，结果到来迄，因我进前有一个约束讲，两个卖提前咧相连。结果所以讲伊啥，毋敢垫石头尔，搁什么狼牙棒，我毋知迄影安怎用吼。就一个迄棍仔顶头顶真侪迄个铁片仔吼，安尼来甲人焊。结果有20个印度的兵仔互咧焊死，迄当阵。啊，结果因为即件代志，互迄个印度即马对中国非常的生气。啊，美国甲中国甲印度关系，即摆已经无法度转换吼。所以我即摆是讲讲，这几年的即个军事即个对抗吼，伫中国伫去年的迄个所作所为的作为，所以讲甲迄个前3、4年，还是讲前5、6年比起来，足无共款。啊，伊的即个频率吼，啊，甲伊强度愈来愈咧提升吼。好，当然迄个我即摆是讲咧，为什么我认为讲即摆是新冷战吼？啊，但是也算我甲大家做一个迄个历史的一个复习啦。啊，当然伫遮有真侪前辈，本身就是经过即个冷战即个时代吼，所以讲可能恁嘛，恁应该无需要讲，我过来甲恁讲吼，那个恁就算讲差不多简单的做一个复习就对了。咱知影讲，迄冷战时阵吼，伊开始甲结束是1950到美国家己有家己的朋友，苏联嘛有找伊的朋友吼。像讲美国，就伫即个欧洲遐有成立一个，咱讲 NATO 吼，华裔就是讲北约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吼。啊，当然苏联伫遐来对抗即个NATO，嘛有成立家己的所讲 Warsaw Pact， 伊意思就是讲华沙公约组织，华裔是安尼讲。啊 ，Warsaw Pact 就是甲即个算讲，即马认为是东欧国家，像讲迄个Poland 吼，也是讲即个 Hungary 就是匈牙利吼。啊，包括像讲迄个捷克斯拉维亚吼，捷克，因为华语捷克斯拉夫啦，捷克斯拉维亚，吼，这国家差不多7、8个人做伙吼，算讲来甲迄苏联结作一团来对付即个北约吼。所以讲，迄当阵有即款的，毋单是讲美国甲苏联之间的对抗，嘛是讲美国甲苏联为主吼，因开始有即个全世界的一个结连，安尼来出来吼。来维持即款的即个军事的即个预算，所以讲伊到后来是互伊家己的迄个部队开遐尼侪钱，开甲家己的国家开甲散去，吼，就无法度来支持。所以讲伊到后来就敢若只好家认输。所以讲，咱讲即个冷战的即个胜利，美国的胜利，到后来有个国家就讲，啊，就是你有钱嘛，啊，所以讲也是我趁钱趁有够济，我嘛当来甲你赢。我看即马中国就是咧做即款代志。哦，所以讲这是算讲即个冷战。啊，当然冷战了吼，无讲随入去，歹势。冷战无冷战结束，无讲随入去即个算讲新的冷战。中间吼，对1990到差不多2018年，我从2018年做一个分界点吼。这是算讲后冷战的时阵，吼，后冷战当然苏联拍败啊嘛，苏联输去嘛，所以讲即个美国赢，就一开始当然美国上老，美国上赞，对无？吼，所以讲迄当阵是即个冷战结束，啊，主要是讲吼，后冷战时阵甲冷战之间有一个上大差别是讲，既然讲苏联已经开始认输啊，所以讲真侪国际即个合作会当开始出现。咱知影讲伫以前联合国的时阵吼。因为美国甲苏联拢是算讲安全理事国，吼，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咱讲permanent security council permanent member， 吼，所以讲伊是迄个常任理事安理会内底常任理事国，所以讲吼，美国提案
啊苏联就甲反对，啊迄苏联退，美国就甲反对，所以讲大家互相啊反对来反对去吼，结果真侪内容我都伫咧项目来迄个推动，吼。当然到来因之间是讲啊无吼。政治也是讲其实个议题吼，咱就伫咱我都来策动的时阵，所以讲其他较专门、较毋是讲政治即个所在，咱看我都安怎来处理吼。所以讲甲大家来合作，所以迄当阵像讲吼有真侪咱讲方向哦，所以讲迄个专业性的迄个组织，像讲即摆咱来真关注，开始吼，大家国家即个联合国当做一个新的中心，来设一个新的国际合作。这一个上重要一个转捩点哦，就是讲，伫1990迄当阵，毋是伊拉克吼，去拍甲即个科威啊，甲伊算讲拍掉，吼。啊，伫迄当阵，毋敢你讲美国号召吼，算讲招大家吼来甲即个帮助科威特复国吼，甲伊拉克来赶落转去。主要是讲迄当阵苏联。哦，犹原无变成俄罗斯吼，苏联支持美国做哦，所以讲这是少数第一届吼，所以讲美国甲苏联针对这重大这个国际事件吼，有法度有共同的这个议题，啊来大家来合作吼。那嘛因为安尼，所以讲冷战迄当阵吼，后冷战的时阵开始，人讲这什么跨国界的议题啦，啊这个联合国变成讲联合国诶角色变成不正重要。啊，另外就是讲吼，因为美国甲迄个苏联迄当算讲东方甲西方这对抗结束了后，因为过去吼苏联为虾米会散？就是讲伊要毋干讲政治甲安全甲美国对抗，甲美国咧对抗，伊嘛本身伫经济顶头吼，伊家己安怎？我要自给自足啊，吼！我要做我家己啊，我无要甲你即个像资本主义做生意啊，我家己我找我家己。可能迄个我的即个一个月薪水算讲8、9万，甲你有2、3千块的即个借贷关系，你讲你无要借我钱，这对我是安怎？所以讲，冷战迄当阵有美国对迄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拢有经济制裁佫伫国会内底佫通过真侪法案，但是你讲苏联迄当阵敢会惊？伊是互伊家己开伤侪钱，要去买武器，结果。因为安尼，所以讲国家被穷死的，毋是讲迄个美国甲我制裁到要死哦。所以讲，迄时当阵，但是冷战结束了后，变成安怎？所以讲两边的即个无共经济体制开始会当融合。咱即马所讲迄个全球化，就迄当阵安尼来出现。当然讲全球化，即马真侪效益，甲所以讲是讲，包括讲因为透过 Internet 即个革命吼。所以讲，伫迄个经济，也是讲金融，尤其是金融，只个人讲世界外数即款的即个物件，算讲差不多是1997、98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伫正前迄个时阵，主要是讲安怎互即个，包括讲前共产主义国家，讲东欧国家，伊算讲嘛整合入去即个全世界的新的即个资本主义的即个市场。所以讲，这是全球化的时阵，迄当阵是安尼来出现的，吼。当然，这个物件对这个中国是算讲是上好的所在，就讲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嘛，所以讲真侪国家对伊有经济制裁，中国迄阵经济要起飞，所以受到这个制裁本身感觉讲真歹处理。当然中国迄阵做两步，一个是伊叫台湾的生意人走去中国。讲我会互你算讲足俗的即个介绍，实在讲，我那个对你土地无偿你就来这个所在设工场，透过台商伊本身伫美国即其他国家的即个关系会当甲伊物件甲卖出去。第二个就是讲，伊安怎来迄个互即个算讲西方国家解除对中国即个制裁。结果因为迄经济迄全球化即个发展算讲，即个西方国家主动要甲即个对中国建设来甲伊解除去，所以讲到后来因为冷战的关系，当然讲原底要做即个全球化，是要甲包括讲苏联、包括东欧这个国家的即个经济，当甲全世界结合做伙。但到后来，因为中国人口上济，伊阁有台湾这什么生理人帮忙，所以变成讲伊反倒比东欧甲苏迄个算讲。Russia 这个国家
较享受就咱即马讲全球化一个好处，吼。啊，你即马看，包括讲东欧国家，像讲 Poland 啊，还是讲即个Hungary 吼，啊，还是讲即个Romania， 这个国家虽然讲已经算讲全球化，差不多有要30档啊，但是吼，你看伊的迄个发展绝对无中国遐紧。这毋是讲这个国家较歹哦。90年代的时阵，拄仔开始时，这个国家本身的工业水准绝对是比中国较高。啊，伊本身科学还是讲伊的即个技术人才哦，也是比迄中国较济。但是为什么30档了后，反倒呢这个国家犹原是原地踏步，啊，中国发展到遐尼济？主要是讲迄全球迄当阵啊，真侪物件资源拢是安怎，互中国去收去。啊，什么人甲帮衬？是咧台湾人。吼，台湾咧生意人甲帮衬，吼。啊，当然到后来，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讲，对伊拉克的即个战争，实际上伫90年代无解决，到迄个咱讲的 terrorism 恐怖主义出现了后，开始嘛想要解决即伊拉克的即个问题，结果无处理好，变成讲互中东、互伊朗即个国家吼愈来愈大尾，吼。所以讲，咱即马看就讲，伫即个后冷战的时代，算讲较后期的时阵，差不多2015年到2018年发展。咱伫报纸顶头拢看着是讲，中国啦、俄罗斯啦，吼，啊，甲即个北韩，啊，甲即个伊朗，尤其是主要是头前三个，就是讲中国、即个 Russia 啊，甲伊朗，北韩算讲较后壁一条。但这4个国家算讲是报纸标题啊上重要咧关心的一个对象。啊，但是即俄罗斯即马算讲做一个补充吼，冷战迄当阵，后冷战的时阵，中国是美国甲欢迎讲吼，你爱去用，你欢迎你去全球化，也要经济被整合到全世界来，对啊。啊，但是伫 Russia 咧，我讲我嘛想要去整合，美国讲 no， 我对你永远无这信任感。你看吼，伫差不多2000年时阵，中国入去 WTO。但 Russia， 我当然即马无去追踪吼，敢亲像抑阁无入去 WTO， 也是讲也是有入去，应该是最近2-3天才入去，甲中国差有够远的啦。啊，为什么吼？即个 Russia 照讲伊的真侪文化甲西方较共款啊，吼，那会比中国较慢入去，因为迄当阵 German down。因为迄德国第二次世界是咧共侵略国家嘛，所以讲吼，惊讲即个德国搁起来，所以讲我会透过 NATO 甲德国甲伊压落底，吼，你伫即内底无毋对，但是吼，我绝对袂让互你出头，吼，所以讲就讲法国就是一直安尼嘛，因为惊讲德国。另外，搁一个迄个要求是讲 keep Soviet 啊，讲 keep Russia out， 哦。就卖吼，即个算讲俄罗斯吼，讲苏联吼，伫即内底，keep Russia out。所以讲，迄当阵这是即个 NATO， 我讲3句吼，那个三个箴言啦吼。啊，但即个算讲即个思想到即个后冷战的时阵，犹原伫遐。所以讲，像讲迄个 Russia 想要加即个欧盟袂互 Russia 吼，袂互不会让俄罗斯入去欧盟内底，因为有诶无标准规大堆，吼。啊，另外就是讲，迄欧盟甲即个算讲Russia 之间的即个算讲经济嘛无啥物款的即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嘛无，拢无，吼。啊，但是另外一方面，Russia 看到伊过去算讲伊的东欧啦，是讲伊真侪过去是伊的这附属的国家，一个拢走去欧盟，一个走去 NATO， 所以 NATO 啊。所以过去是我对着咯，吼，到迄个战争结束了，犹原是甲我当作对着共款啊。啊，但是我过去我算讲我的即个细汉的吼，那一个拢互人甲掠过去，吼。啊，结果我的朋友愈来愈少，啊，我这是要安怎？所以讲到后来吼，我是感觉真侪 Russia 的即个反应吼，实际上是因为后冷战时阵，伊受到即款的迄个算讲对待。愈来愈生气啦，天花板着，好，既然选着，咱2017年1月1号开始就任啦。结果伊差不多经过几年吼，即个算讲讨论，伫2017年的即个年底，
有出一份叫做迄个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报告。拄拄好就今仔日，也是讲你有看到报纸，我毋知影报纸敢有报啦吼。就是讲即个今仔日吼，美国国安会甲即个国务院吼，开始有甲即个有些文件给它解密，吼。啊，有一个真重要文件，就是讲美国迄当阵伊对伊的 Indo-Pacific Strategy 即个解除解密。啊，你伫迄个所在，你都会看到，像算讲美国迄当阵咧设计即个 Indo-Pacific Strategy，就讲印太战略吼。算讲一开始日期就有啊，但是差不多到即个年底的时阵，才有吩咐即个印太战略吼，开始发展出算讲伊国家安全战略啊其他的物件。所以讲表示即个创即个政府一开始日期的时阵，就开始咧想讲安怎要重新来设计即美国全世界的战略。啊，为什么会讲着讲即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伫2017年吼？12月19号去成立即个物件，比较重要是讲，伫即个战略内底，算讲第一届美国政府，甲即过去40档对中国政策完全做改变。过去40档对中国政策基本上就讲，爱甲伊接触啦，爱甲伊交往啦，经济爱做生意啦，莫甲中国吼排除在外，不要孤立中国啦。因为孤立中国吼，这中国就人讲。isolation in angry，isolation in angry， 就是讲很愤怒的在被孤立，所以这对全世界和平无好，吼，所以讲一定要甲中国甲伊包括伫内底，所以讲透过咱大家吼，甲伊做朋友，爱甲伊相招，伊就感觉安全，伊就会甲大家算讲遵守即个全世界咱即马所有即个规则，吼，但是伊即个报告就讲，已经行到要40档啊，结果咧。无啊，中国毋敢若无遵守这个规则，中国的民主愈来愈歹。中国开始改写这个规则，吼，伫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讲伫迄个联合国内底，变成讲联合国也是讲即个全世界经济即个变中国化，就是讲迄个伊甲即个中国做改变，吼。毋干安尼，伊中国嘛开始针对美国本身的内部，无论拢是个社会体制，还是伊个经济。来进行渗透，所以讲吼，伫即个报告内底批评过去这40档美国对中国政策，嘛开始要求就是讲美国要做对这中国政策要做一个真根本的一个改变。是因为安尼了后，所以讲咱看到讲无论讲是贸易战，还是讲科技战，吼，科技这个所在战争，还是讲其他的，要甲中国之间吼的关系，爱算讲真侪管制，真侪管理，吼，过去拢是。管理这是无应该，应该算讲甲伊爱加接触，吼。但即马开始讲接触，莫搁济啊，但是爱较管制，就是讲甲即个政策本身吼，即个即个战略本身有关系。另外吼，我是讲即个2020年就去年的时阵，一开始我有讲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伫一个演讲内底嘛，讲就讲美国啊中国关系应该一个 new kind of cold war 对无？吼，一个新的形态，一个冷战，吼。伫遐毋敢讲这是冷战，伊嘛讲即马美国啊中国之间的即个竞争吼，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冲突，吼。所以讲过去人咧讲迄两个大个国家吼，咱算讲我要做大兄，你要做大兄，算讲两个伫遐对抗。但是蓬佩奥即马讲，这毋是讲啥物人要做老大。完全毋是这，是讲什么款的政治的价值，大家要来遵守。我遮是迄自由民主，你遐是迄对人吼，就是讲爱迄个共产党就是爱做大。人本身对人的本身的自由，你是有怀疑的。所以讲，咱本身一个政治价值观就是无共。我认为人是上重要，你认为是共产党的国家这上重要，两个都是无共。所以讲，这是无共价值的一个冲突啊对抗。所以讲，咱即马讲就讲蓬佩奥伫遮吼，2018年讲，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冷战？因为这甲过去算讲伫1995到1990迄当阵冷战，有算讲真，除了讲嘛有迄阵嘛自由民主甲即个共产主义，但是遮吼算讲价值顶头一个差别，这是上重要所在。另外就讲吼，即马这个是一个新的形式内底。
伫过去我拄仔讲是讲旧的冷战时阵吼，美国甲苏联之间无啥物经济的即个交流，但即马吼，美国甲中国之间迄经济算讲，两个迄个结得迄密不可分对无？所以讲，有的人反对讲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战就是讲我杀中国一刀吼，可能我家己的伤8分啦，会真疼啦吼。刚讲安尼做了这袂好吼。另外一个无共款的发展是讲，伫过去吼，像讲伫迄个国际组织，包括讲联合国遮内底，算讲美国甲苏联差不多一半一半吼。你要讲的，我无同意，我讲你无要同意，就安尼。上济讲是讲伫联合国内底吼，大家就是平分秋色。但是伫即马吼，中国反倒转吼，伫联合国内底透过伊伫联合国内一直掌握一个副秘书长的一个位吼，即马开始对联合国，先对联合国专门组织，即马对联合国本身吼，有法度掌握的吼。2008年6月时阵发生一件代志，习近平啊，有一句话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句话，结果咧，变联合国内底 SDG 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内底一部分啦。咱即马讲的即句话，这毋是讲一个口号，所以讲入去这无啥，是因为讲中国伊认为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吼，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内底是后壁是包括真侪物件，要做啥物代志，应该啥物物件爱优先，啥物物件爱放伫后壁，这是有一套规套物件伫遐。即个联合国吼，甲伊完全拢甲搬过去，甲背书啦，而且还变成怎么样？咱即马讲联合国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吼，永续发展目标。所以讲即件代志非常大，这毋敢安尼尔。伫应该是差不多共款1年的时阵吼，美国甲即西方国家会伫人权委员会提案，互中国甲因其他国伫人权委员会甲伊好过来。所以讲，咱知影讲中国本身真无注重人权对无？结果即摆人权委员会内底差不多50几个国家咧，差不多50-60个国家，结果咧，中国甲中国我做伙国家就超过1半以上。反倒讲美国啊，讲西方即个民主国家吼，伫迄内底变少数。这是另外一个发展吼，咱嘛知影讲咱即摆联合国算讲全世界190个、193个国家吼，但是这190几个国家，除了台湾甲算讲台湾邦交国以外，差不多有120个国家，这是中国会当掌握的，知影无？所以讲193个内底120个，差不多2/3啊，是中国会当掌握。中国安怎掌握？真简单啊！伊进行是有一个“一带一路”吼的即个计划吼，伊本身嘛针对真侪国家，尤其是迄贪腐吼，遮个国家吼内底，你会当买收即个领导人，还是讲迄个精英，你要处理就真方便。我着继续用即个钱甲压落吼。无论讲即个国家可能是即个独裁，还是讲迄集权，本身嘛是集权，还是独裁，所以讲大家会当交换即个交换心得吼。继续互伊永续执政，对无？所以讲，即摆迄个全世界的国家内底，一方面，咱发现就讲民主的即个体制，民主过去咱讲民主应该是未来国家会要发展的一个常态嘛。结果即摆毋是，真侪国家对民主开始咧倒退，对民主倒退变成一半民主，种一半民主吼变倒退到来变成无民主。就讲即摆即个。趋势是变成安尼，但后壁主要的即个算讲 sponsor 吼，那个会当造成即款的改变，甲中国伫后壁用经济面吼来去做，是真大关系。好，当然我之前已经有讲过，就是讲对即个冷战到后冷战到新的冷战吼。照讲伫后冷战，为什么对冷战结束了后，佫出现一个新的冷战？应该是伫后冷战迄当阵哦，会发生的代志，一定是伫迄当阵有发生什么代志嘛？基本上应该是包括，应该是讲伫后冷战迄当阵吼，因为大家好不容易啦，对即个冷战时代让来迄个行出来，所以讲敢想要继续对抗，无啊。
我要和平红利啊 ，peace dividend 对无？吼，啊，迄个我嘛爱趁钱啊，我爱过我迄个好日子啊，为什么要甲人遐对抗到底？人应该毋是讲应该互相友爱，要和善，要和平对无？迄当阵是安尼想啊，无毋对啊。咱伫遐拼死，无要40冬诶，这40大人伫对迄出事开始就是冷静，啊，一直抬到差不多要退休诶时阵，好不容易啦，才有法度什么要对冷静出来。你讲大家要继续要相谈，我是做老爸，我嘛无希望讲我诶囝是要继续，我迄时阵到讲真受着管制即款诶生活，所以讲吼，真侪政策为着要避免冷静发生，结果咧反倒转造成吼，即个新诶冷静会出现。啊，主要是讲因为无想要对抗，结果因为无真正解决着，迄当阵包括讲中国遮个国家，尤其是1990年虽然讲苏联崩溃对无？吼，冷战结束，但是1989年反倒是中国啥呐？伊杀伊学生啊，伊要维持共产主义的即个独裁啊，所以讲伊杀了伊学生，啊，伊的共产党继续伫迄个所在做王，啊，但是东欧遮个国家伊的共产党就开始开始算讲伊个倾倒，吼，啊，遮个算讲民主的即个势力开始摕到政权，但中国无，结果。中国即个维持共产政权的即个国家，反倒等于90年代时，互大家想法讲又要甲中国安怎引入世界体系内底啦，要甲即个中国不要让它被孤立，对无？吼，结果你是甲即个算讲要行到民主即个国家伊本身的机会哦，你甲伊先互中国去发展，结果你饲肥的吼，你养大的是迄中国共产主义即个体制。啊！你互伊30当的机会去发展，哈！江泽民讲迄我有这种战略机遇期对无？伊本来迄当阵，伫1995年所讲的战略机遇期是1995到2003年，算讲15当，已经真久啊！咱无想到这西方国家吼，还佫互伊打过。1995年到这算2000控制人差不多吼30当的时间，所以讲，我是。所以讲吼，就是因为即个中国即个问题无去处理，啊，结果互伊变愈来愈大。即个问题毋单是讲中国本身的，咱讲中国崛起，伊讲用伊的力量吼，开始甲惊真侪以前民主的国家安怎甲伊颠覆嘛，吼，伊要维持伊本身的政权的即个正当性，吼。啊，所以讲伊对台湾即马遮会真侪的即个威胁。咱讲吼，中国虽然讲是物台湾要独立啊，是安怎？实际上。当然我嘛是歹势讲吼，蔡英文对头到尾拢无咧讲台湾独立，伊上济敢若是讲，即个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讲咱袂当甲即个什么独立这个选项把它排除掉，吼，因为爱互人民来做选择，所以讲伊即马的讲法是即款的，啊，即款的物件甲真正咧讲迄台湾独立安怎，尤其是阿扁总统迄当阵讲得搁较济嘛，啊，结果即个阿中。继续对台湾吼，而且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这表示这毋是讲台湾是毋是要统一、讲要独立，要互阿强要失去，是台湾本身的民主吼，台湾民主啊，台湾愈行愈好，这阿强即摆是挡袂住，吼，所以我必须伫遮来讲，就讲有个人是认为讲，像讲这是迄个台湾安怎迄个激怒中国啦，吼，还是讲台湾应该伫即个统独问题上面爱避免。实际上，这阿强对台湾即马压力完全毋是讲啥物台湾更有讲咧独立，还是讲咧统一，是讲因为台湾是民主，啊台湾即马愈行愈好，所以对阿强本身的统治这个因为一直强调讲台是中国一部分，啊结果既然你讲台是中国一部分，结果台湾是民主，佫行了好势，啊你要对内底安怎讲你会当继续来表示你的即个集权统治，所以我想讲，也是讲阿强吼。伊无强调讲台是中国一部分，讲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可能伊迄共产党吼要继续维持吼，正当性就不会被那么大的挑战。吼，这是这题外话啦，这题外话。好，即摆吼，咱就讲新冷战时阵对台湾影响吼，
就是讲，我是算讲，这是我真一个真深一个感想啦，就是讲，咱知影讲台湾的民主化，差不多甲即个后冷战时阵吼，差不多同时间在往前走，对无？咱会记得算讲，1987年迄当阵，咱台湾解除戒严，对无？吼，1988年结果迄蒋经国过身嘛，吼，算讲李登辉总统来继续做总统，做总统了后，主要是伫1990，算讲那个野百合，吼，老国代迄个物件甲处理，开始有一个算讲野百合对伊一个反恐了后，李总统就利用即个机会吼，顺续甲推动真侪算讲台湾即个选举的即个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讲，基本上台湾的民主化差不多甲即个后冷战开始的时阵时间差不多，吼。但是为什么吼？伫即个台湾民主化了，反倒对台湾甲美国关系吼，敢若参像争吵的时阵较济。所以讲，才会安尼吼，就讲即马即个美国的川普总统，算讲是即个美国内底最近这30当来最受争议的总统，大家拢知影。但是大家为什么台湾社会真侪川粉？吼，可能比这美国内底搁较侪真侪。是讲，大家发现讲是伫川普政府的时阵，台湾甲美国关系反倒真正愈做愈好。伫进前，人讲美国认为较正常总统的时阵，反倒咱台湾甲美国拢咧争吵，无讲做偌好啊。美国讲要支持台湾，有时阵台湾人讲拢讲的啊，真正阿强对咱做啥代志，你拢无啥物，拢无出手。是讲要对台湾算较好一点嘛的物件，嘛爱这歪来歪去吼，咱足碍腰的吼，感觉讲很不舒服吼，也不是很直接吼。这个时阵吼，算讲也是看完，敢若参就是讲，因为台湾民主化伫这个后冷战时阵一个发展。但是，迄当阵，即个西方，包括讲美国这个国家，伊处理外交的人吼，犹原是要用即个一中的政策吼来约束台湾。一中的政策基本上虽然讲无愿意台湾甲中国统一，但是绝对袂用稳，袂讲用稳台湾去 challenge 去挑战即个一中，吼，这是即摆一个较大的问题。虽然讲美国袂讲吼，看到迄阿强要甲台湾架起，就安尼，可能伊嘛会可能会迄军事来出手，来阻止吼，阻挡阿强做即款代志。但是讲台湾即摆讲，我毋是中国一部分，我台湾爱独立，美国嘛开始讲，你袂当安尼讲，吼，你袂当安尼处理，你袂当来调整，即摆咱讲伊所谓的现状，吼。但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是讲吼，当然即个政策的框架，即个。咱讲 policy framework， 差不多是拢伫80年代，迄当阵美国甲中国建交了后所建立起来。当然，即个政策框架伫迄当阵嘛是讲伫80年代吼，美国甲苏联会对抗时阵，美国要揪中国来对抗苏联，所以讲透过伫即台湾议题，美国甲中国算讲有一个算讲共识了后，即中国就变成美国的战略伙伴。即个战略伙伴即款的即个关系。结果咧，到90年代时阵，迄当阵，算讲美国外交界，还是讲美国即个情报界吼，咧从事美国甲中国战略合作遮个人，犹原拢伫咧。所以对因来讲吼，虽然讲人想要来决定家己的前途的时阵，中国看到即个物件无法度接受，美国感觉讲台湾这民主化变成台湾一直咧安怎挑战一定的政策，所以讲这是为什么吼？伫迄个民主化了后。照讲，台湾甲美国拢是民主建立国家，哪会到来开始一直咧弯来弯去，拢无啥物较好的一个结论出来。吼，我是感觉讲，甲即个算讲，即个因素是有关系。即个物件一直到差不多美国到2012年、17年了后，开始了解过去对中国即个算讲做法，无法度引起中国改变。中国袂像讲美国安尼姿态吼。会变成自由化，吼，莫讲民主化，自由化拢无法度啊。所以讲伫遐吼，台湾伫过去，咱安怎受着中国即个欺压，咱甲美国警告讲，即个你爱注意哦，中国根本就毋是伊所讲安尼吼，你爱注意。美国迄当甲咱笑咧，
佮讲我们希望吼美中要对抗，所以讲咱是 warmonger， 所以咱是希望讲迄个唯恐天下国咱即款的麻烦制造者对无？伊当阵是安尼啊，甲咱侮辱啊，但是到后来开始因差不多十几冬了，伊嘛知影是即个问题，所以讲伊开始，人讲最后啦，迄个开始愿意来听咱的即个口课，吼口课。过去咱是遐讲遐尼侪话吼，无人甲阮听，真正人当做笑的。但即摆咧，甲我讲咱即摆讲的话开始有道理啊。吼，所以讲这是这一个我点。所以我即摆就讲吼，伫冷静，也是讲伫后冷静迄当阵吼，咱诚侪所讲的话，无人甲咱相信。吼，但是即摆咧，咱所讲的诚侪开始有诚侪人相信。对无？吼，咱是讲中国真危险，伊嘛讲对，中国真危险。咱讲中国讲话拢无实在，吼，拢讲袂出。伊讲对，中国讲袂出，吼。旁边有是咧讲对 China， 咱伊讲话是安怎 ？distrust and verify， 对无？过去 Reagan 对迄个苏联是讲 trust and verify， 吼，是讲我甲你冷静哦，但是不要紧，你讲我 trust， 但是我爱 verify。我要核实嘛，我要讲确认到底是不是安尼。结果这个蓬佩奥是讲对中国吼 distrust and verify， 吼，所以这是讲新旧冷战之间另外一个差别。但是吼，就是讲，这个对中国即摆大家态度，算讲台湾过去一直咧建构，即摆开始大家开始愿意来相信咱所讲的话。但即摆甲过去另外一个无共款所在是讲。伫迄个算讲后冷战拄拄开始，吼，一直到差不多2005年、06年时，中国国家力量没那么强。美国敢讲我会当甲伊随时甲应倒啊，对无？吼，但即摆咧，大家开始愿意听咱讲的话，但是咧，美国即摆国家的力量变成讲诚强，所以讲美国嘛感觉讲担当啊，到底我甲伊，虽然讲我甲伊相争，我是一定会赢。这我是无，伊是有这个自信，但是我到底会开偌济人性命？吼，因就烦恼。所以即摆对咱来讲，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条件。吼，过去无人甲咱的话当作真实的，即摆咧，咱愿意来相信咱的话，但即摆反倒咱问是讲，即摆中国真恐怖，你到底有准备要甲伊，要对你要甲伊对下时，你敢有准备？过去我讲，你讲中国要甲台湾对射，我看根本都毋是，是你家己咧甲人挑衅，所以讲这引起人要来对射，所以讲这认知甲这环境拢无共款。这是咱即摆爱了解一个方式。即摆我就随便结束吼，就讲，咱即摆伫即个新冷战的时阵吼，安怎来理解吼？一方面是讲，咱的即个地位，我拄有讲，伫即个新冷战的时阵，咱的即个国际地位咧起悬，吼，尤其是武汉肺炎的即个发生吼，台湾本身的防疫受到全世界的一个肯定。讲咱讲嘛，诚侪国家民主的国家是伊讲，即人讲迄个中国咧攻击即个民主的体制，讲无法度来对付即个传染病，但是台湾都是一个真好咧，当年昨吼。咱忽然讲出现一个本土的即个案例吼，结果咱的部长就互人交到要死，人即摆是一工吼几若千啊几万个，是讲迄美国迄个咱讲法西对不对？佛旗，毋过照讲应该迄个头啊剁起来几若届，毋是嘛吼？所以讲这表示讲，咱即摆台湾，实际上咱即摆受到即个全世界的尊重吼，毋是讲。台湾重啦，是讲台湾怎互人重视、尊重哦。台湾啥物拢歹啦，中国啥物拢好啦。迄个其他国家比虽然讲无中国遐厉害，嘛是比台湾较好啦。我讲台湾敢参与地球共款的，但即摆毋是吼。但是另外就是讲中国吼，即摆当然伊的迄个势力变较诚大，但是咧伊嘛照讲伊的迄个成长趋势嘛开始啊。过它的巅峰，它伊开始走下坡。咱知影讲吼，即个中国伊实际上对2013年开始，伊就开始人为规定，搁经济发展问题，叫做 new normal 新常态，对无？
迄新常态安怎讲？过去中国伊个经济发展讲18%、9%、10几%对无？迄才叫做正常。新常态可能讲哦，迄个7%就是正常。结果无想过2天吼，过2冬，结果安怎？所以7%降成变成6%啦。啊，迄个6%搁过2冬了变成5%啦，吼。就讲你对头到尾毋知影讲，你为什么吼是什么状况？你会当讲即个新的常态应该是安尼？过去中国一直咧讲，伊经济的迄个成长一定要8%，啊无伊就无法度来即个算讲每年真侪大学生要毕业要找头路，伊就无法度吼，真多都无法度找头路，中国就完蛋了。伊当然拢安尼讲，8%一定有8%对无？9控伊就安尼讲。那为什么伫即个算讲2013年开始，免到8%？啊，迄个每2冬都减1%，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数字是安怎出来？中国拢无共迄个交代，伊所以讲每个人拢家己哦，中国迄经济已经发展到真真兴盛，所以讲吼，毋免讲遐紧的即个经济咧成长嘛，吼，也是讲即个中国即马因为一胎化，所以讲算讲那个就业人口没那么多，理由真济啊，但是拢无看到数字。毋知影到底是安怎？哦，但基本上咱即马知影讲，中国即马即个虽然讲伊过去的成长，互伊的国家力量到一个迄个什么较官方吼，啊，但是即马吼嘛开始咧落来，它的经济的走势，伊国家力量咧成长吼，已经咧慢慢咧衰减，吼咧衰减，咧降落。啊，但是就是讲嘿，你即个国家吼开始本身力量开始咧往下走，啊！但是过去迄当阵迄成长，互你家己自信吼，尤其是武汉肺炎了后，想讲家己个国家即马真厉害吼。我迄7冬了后，我就会超过美国啊，吼8冬了，10冬以来，我就变全世界上强啊。你个本身的即个力量吼，无法度来支撑你即马所讲的遮个即个代志。你讲即款的即个结合吼，尤其是对一个集权体制来讲，真恐怖。因为到时阵才有可能讲，为着要维持吼，我所讲的遮个物件，我所讲拢是事实。所以讲吼，你若是无听，也是讲，为着要证明安尼，我一定爱做一件代志，互大家感觉讲我即摆讲是真实的，吼。所以讲，伊对台湾安怎，咱真正毋知影，吼。这毋是讲伊认为讲即个伊无法度拍，所以讲毋敢拍，是讲真有可能有一个 false sense of confidence。错误的一个自信，实际上本身无遐尼厉害，啊，但是佫掠做佫家己真厉害，吼，就开始来讲。我是讲即马较爱注意是即个问题。啊，另外吼，台湾伫遮变成安怎？咱吼，因为甲过去比起来，咱即马迄个咱的重要性，过去来讲咱台湾重要性，因为讲我们是地缘战略吼上重要一个所在嘛，吼，因为咱即个所在是迄个算讲迄个东北啊、东南亚啦，啊，即个西太平洋甲即个亚洲大陆一个交叉口，所以讲，新人控制台湾，新人都有法度来控制，算讲太平洋的一个咱战略军事，吼。但即马台湾唔敢若是安尼尔，咱即个科技，尤其是未来即个发展，台湾伫迄全世界科技供应链内底吼，咱讲 supply chain 内底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讲，即护国神山是台积电对无？吼，啊，迄个咱知影讲，即马咱的股票。人拢知影讲，你吼股票看其他股票可能无啥路用，当然歹势，遮也是讲有上市的老板啊，我就歹势讲，因为台积电这支股票就敢若参与是讲，台湾的那个权证加权指数就差不多要降10%，起码10%啦。所以讲吼，你大家就拼命拢买台积电嘛，知影讲即马一定会起啊。啊，就囥伫遐，从过2个月都差不多会起到100-200块对无？所以讲，这是即马一个发展，但是有点畸形。但这就表示讲，台湾科技吼科技岛，伫咧全世界科技这重要性，这是算讲比地缘战略内底另外一个，和台湾国较无同款的所在。啊，另外国较对中国上伤是讲吼，中国伊讲华人社会吼，按华人社会安怎无法度来用民主，啊，台湾。根据来讲，台湾是华人社会啊，台湾即个华人社会，民主较袂歹，吼。啊，迄个咱因为安尼个会当对付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疫症，吼。
所以讲对迄中国共产党本身正当性，伊对内国人民讲讲，华人吼，即个西方的即民主的体制，这绝对袂当横向移植到即个华人的社会。啊，但是台湾呢，你讲但是中国一部分，啊，结果台湾的民主，所以讲对中国来讲，伊共产党这民主吼，咱的迄存在，每一工拢是对共产党本身的正当性的否定。所以讲，伊当然是对台湾迄无法度忍受，吼。今仔日吼，伊先对付即个香港，后日是毋是开始会对付台湾？这咱台湾较清楚。所以讲，遮的即个表示就是讲，台湾即马今仔日吼，咱的角色伫即个新的冷战的时阵，我们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除了这以外吼，这表示安怎讲？台湾甲中国关系吼，咱即马讲什物两岸关系咧，即马已经应该毋是安尼啊。因为台湾甲中国关系毕竟讲是一个新的冷战的一个国际结构的矛盾内底的关系。所以讲，咱甲中国之间的即个差别，啊，甲伊的竞争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算讲新的冷战吼，即款的即个结构对立内底，伫台湾即个所在表现。啊，也是讲迄个算讲，歹势我这是我安尼讲吼。有个人讲这两岸关系，敢若是讲统独对立啦，毋是安尼。因为即马中国对台湾要甲台湾摕去，毋是讲台湾要讲独立，是讲因为台湾即马本身民主，是因为讲台湾掌握着这第一岛链接上关键的点。也是讲中国要甲美国来竞争的时，一定要摕着台湾。是因为讲台湾伫科技未来发展内底，台湾的科技非常非常重要。咱所掌握真侪制作过程的物件，这是中国无法度摕着。所以讲，伊为想要甲台湾摕起来，这是安尼，吼。啊，是既然讲这是结构，吼，即个对立，吼，所组成出现的即个关系，变成讲，咱家己本身要甲中国安怎来处理，可能无法度，咱家己本身，也是讲中国本身想着就这样来处理的，也是讲这结构是对抗性的，咱甲中国想要跟他再怎么都好，跑不起来，也是讲咱甲迄个。这个结果变成讲，希望讲大家吼爱，算讲不要对抗吼，爱迄个相互友爱。所以咱要甲中国要相将，其他国家嘛无可能甲咱支持，会变成安尼。吼，所以咱也是了解这点，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就讲有个人像讲要甲什么美国啊中国爱采取什么 equal distance， 咱讲等距关系。有个人是爱讲讲，咱莫我美国遐吼，啊，但是咱嘛，迄个甲中国都大家都保持等距。即款的讲法就是讲完全无去了解到底即个新的冷战，即个国际结构到底是啥物款的物件。咱无可能来做即款的决定，谁要给你美中等距？吼，咱就是爱看讲，咱伫即个结构内底，咱是徛着倒一个位嘛？吼，啊，咱徛着啥物位？另外一方面，就当然对台湾有无同款的期待啊，是安尼。所以讲，即个反讲即个另外一个部分是讲，我嘛知影讲台湾有真侪希望讲台湾会当国家地位正常化，吼。啊，迄个嘛认为讲台湾即马无法度地位正常化，是讲台湾人民吼可能无迄个胆啦，吼，来去宣布台湾独立，也是讲吼。去发动即个国家正常化这工程，但是我即摆伫遮算讲爱甲遮个人像即款的即个改变时阵，安怎来互即个形成这个结构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吼，他伊伫遮愿意来叫咱希望即个过程进步，这是非常重要。好，啊，照即摆来看，迄个像讲咱也是要直接宣布。可能美国第一个就会跳起来吼，伊讲伊惊讲会出现什么大代志，对无？若是讲美国拢安尼的时阵，那我们受到阻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好，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件代志吼，算讲大家先去了解伊本身的复杂性。啊，另外吼，既然是安尼，是讲大家都什么代志拢莫做，嘛毋是安尼，因为遮吼，咱知影讲咱即嘛是个生存吼，当然。啊，嘛爱讲发展，生存的时阵，当然威胁台湾的上来是中国，所以讲国防的力量一定爱甲迄个保强起来，吼。毋单是讲靠
是讲靠美国来对付中国，是讲台湾本身就会当有足够的这个力量让中国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迄当阵美国要甲人帮战，意愿才会变较强。也是讲台湾经济嘛，是爱处理，但经济我是讲，咱要杀到一个程度时阵，就会跟国家地位会有些关系。所以讲伫遮唔单单是了解讲即个限制，嘛爱想着讲，咱袂当甲即台湾算讲可能即国家地位无法度正常，所以讲经济无法度发展，咱就伫遐等，无可能。但是要想的是讲，也是即马要正常化，短期内没办法实现。但这段时间要安怎来应该找到一个能够帮助经济发展的新的地位的方程式，所以讲无一定是完全正常但是中间要安怎走，这个部分。所以讲我而家就讲最近这2、3天，毋是讲这美国迄蓬佩奥，伊去甲这什么美国啊台湾真侪限制甲伊解除。当然，这个物件咱真正感谢美国的这个拍拼，伊本身的善意啦。但是咧，我嘛知影讲，这真侪是台湾过去一直咧想要杀，结果无法度顶当的。即马既然讲有法度伫这个时阵完成有伊甲美国关系会快速的提升这会很有用。真正无甲你骗，真有用。因为讲，所以讲，迄个过去台湾甲美国讯息交流的速度当然即马是好真济啦。伫过去的时阵咱要甲即个美国国务院内底官员要见面，结果一定要甲伊算讲要到外口，要啉咖啡，也是讲食饭，一个人一工上侪食3顿，要甲伊啉咖啡，然后你叫伊拜托做迄个写公文写到一半，要超工走出来要甲你食啉咖啡，毋敢伊嘛毋是干处理甲台湾一方面的代志尔，尤其是什么亚太助理国际这块角色官员，伊处理是讲中国、台湾、蒙古啦、日本拢有啦。这个国家每一项代志拢真侪，真侪你需要，敢是讲你会当行去内底，电话无方便讲对无？行去内底，总统甲我讲的，所以讲我即马直接安尼甲你讲，我要想要摕到你亲身正面，互我一个答案，到底是安怎？所以讲我会当甲总统来甲伊回报。即款对头到尾的代志，可能迄中间的沟通时间无超过10分钟啦。但是我要安排一个咖啡，可能安排到下礼拜。所以讲，你看即款的即个活动，安怎会让互迄台湾甲美国关系当做实质提升？我讲伊迄个蓬佩奥他解除限制甲这样真重要。所以讲讲，是讲我估计做个就是讲有的时阵毋是讲完全地位正常化。但是有真侪即个限制咱有法度安尼甲甲中国关系，我讲即马甲过去是非常无共款所以我就讲到遮歹势用较侪时间，即个就报告大家多谢。都有有几位问，已经听落题。先互伊啉水者敢有啥问题要问会当来问问题？先来。我想要问迄个，因为讲是新冷战，毋过伊拢讲啥物价值无同，所以讲实在，就是我感觉伊拢讲啊足好听无，美国当时是嘛袂去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嘛，就是讲实在就是利益一致。毋过就是我想要问的是，因为即摆迄个状况无共，包括讲，敢是以早是欧洲甲美国是徛做伙。应该是安尼讲，欧洲是依然相信，伊会当甲即个伊一方面会当谴责中国人权问题，甲另外一方面个人甲中国做生意，伊相信会当做安尼。无论讲这是 delusion 还是讲伊真正有法度做，可能就种伊依然想要趁钱，想要趁钱，所以讲说服自己。我一方面会当言辞谴责我讲你这人权真歹，这勇敢，我要通过真侪法案，要甲你谴责，但是我依然要趁业绩。我是感觉讲，即马即个欧洲，即个真侪作为一方面是讲，伊当然，尤其是像讲德国伊即个大汽车厂，因对即个德国的即个政治的影响来真大。所以讲透过
像讲德国那汽车的迄个工业吼，伊对德国政治的迄个影响，结果影响到整个欧盟的一个政策。啊，但另外一个方面，咱嘛看到，像讲迄算讲欧洲德国以外的国家，当然即个德国甲法国算讲徛做伙，但是德国徛迄上头前。但其他国家像讲荷兰，吼，啊嘛像讲即个荷兰，就讲 Dutch， 吼，啊即个西班牙，当然西班牙是毋是讲真正是安尼，这我毋知影吼。啊，意大利，吼，这个国家对即届要签这物件，拢有表示无共款意见。前后拢有表示无共款意见，啊，但是即届算讲透过德国本身伫后壁强力运作哦，即个欧元加即个中国会当签即个那种 CAI 吼全面投资协议，应该就是以后即欧元内底，感觉讲到欧元是变成讲即几个大国哦，德国还是讲法国，伊本身即个少数大国支配一个俱乐部。伊个或者欧盟内底什么较细国家，感觉讲伊个利益可能无法度受到重视，因为伊无法度对即个德国、法国这个国家吼表示反对意见，所以讲，咱即马真正是要讲欧洲本身是安怎，我是感觉还有点早吼。啊，尤其是讲即梅克尔吼，伊今年都爱退，所以讲即届即个做法应该嘛是梅克尔想要伫个退休之前。想要一个新社会的意思，甲即个因素是有关系。啊，但是整个来看吼，欧洲即马，尤其是伫2019年差不多2当前的时阵，伊有通过一份对中国非常重要一个文件。吼，啊，即个文件当然有人讲啊，即届通过这 CI 是表示讲即个文件无啥路用，我是讲无一定是安尼啦。吼，因为即个欧洲内底整个的气氛是对中国愈来愈强。但是因即马吼，即届甲中国之间的这签约，毋是干那讲伊考虑甲中国关系，伊嘛表示敢才对美国的不满，表示讲，我无一定爱靠你啊，我为什么你一件代志甲你做伙？所以讲我会当有我家己的战略自主性，能够strategic autonomy，啊，但即马即个美国即马拜登开始起来了后，我是感觉欧洲袂像讲过去对创迄款遐尔袂爽，要为着要表示讲，我就是爱针对你吼，我就调岗无爱。啊，当然，梅克尔伊安尼做嘛是讲讲，伊即马无表示一个吼，等拜登起来，伊就无法度表示啊。所以讲，伊就是爱甲过。啊，另外就讲12月31号，就是讲伊是欧盟理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嘛，所以讲趁迄个时阵先甲过。啊无吼，过第2天过一个4点钟了后，就是无共款啦。啊，公路都无算伊个啊。我有真侪因素。啊，另外就讲 Russia 吼，甲中国是毋是敢会即个什么做伙？即马看起来，迄个 Russia 尤其是近前讲伊有可能甲中国进行战略结盟。但是你敢有看中国有迄个印象？无。哦，所以讲即个 Russia 伊讲即个话，应该嘛是讲。因为创，咱知影讲迄个普京吼，即个人甲迄个创算讲真肉啊，甚至有人是讲迄个创算讲互普京买手去啊，吼，创无互中国买去，但是互迄个乱选买去，吼，有人是安尼讲的，啊，无论安怎讲就是讲，即个的确，即个普京伊是对即个创的美国是较有信心，吼，嘛有愿意较愿意甲即个美国来合作，所以讲当即个创无法度来连任时阵，普京即个讲话到底是表示讲即个伊无要甲美国做，还是讲伊要调讲讲互即个拜登听？表示讲你若是对我真正无好，你甲我当做是真正的即个敌人吼，我真正有可能甲中国来合作。我讲即个呛声的即个成分是较大的，吼。啊，还有其他问题？咱知影讲中国对全世界我都控制吼，影响力主要是利益啦，利益就是一个是做生意，一个是赢钱。以中国即摆讲，伊的经济已经较上关键，就到时阵来讲吼，已经开始落来。伊敢阁有法度用即个利益甲经济来影响全世界，包括这世界组织啊，是国家的政治经济。谢谢。
这个问题即马是讲吼，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的体制，无像讲伊的迄个集权的迄个程度比当年迄当时俄罗斯吼，应该是苏联，伫80年代是更较强较侪，吼。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吼，本身就说经济的量本来就比较大，吼。虽然讲伊即马这个发展无像讲过去遐尼济。但是伊原先讲有法度欠迄个硬死，迄个经真侪钱出来吼，要共伊啊。当然，咱即马讲着讲即个中国即马开始对迄个进前“一带一路”真侪的即个计划吼，拢开始拢限停啊。因为伊一方面是讲即个计划拢经济无法度来回收嘛，回收嘛吼，无啥物利益，维持等伫迄个所在吼，算讲。遮个迄个国家内底也是讲，政党轮替也是安怎吼，主要变得全拢无啊，吼。所以即马中国伊一方面是对外的真侪计划嘛，开始就是停下来。但是吼，因为中国过去伊的一个特点就是讲，伊真侪拢讲一套做一套，对无？我讲我投出100亿，实际上可能无够2亿，拢即款的啊，所以真正迄中国压出去的钱吼，到底偌济吼？可能嘛甲伊所讲拢完全拢无同款，吼。所以嘛真有可能伊真正无遐尼侪钱甲压出去，所以迄个要真正要算讲互伊真正输甲吞苦，较无可能。较算讲搁较有遮个迄个钱所在来处理。但是我会感觉讲，对共产党来讲吼，伊即摆为着要买收，尤其是伊上厉害，就是讲买收个人，吼。所以讲你是伫国际做起来讲，啥物重要位的人，伊讲买收遮个人，迄钱实际上比恁诚济。因为是安尼吼，我讲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点。我即摆我要摕你迄1亿，我会惊咧。到底你互我钱遮，你对我的期待是什么？无，我互你10万啦，我会收哦。讲10万，照讲这毋是大钱啊。所以讲即个你要叫我做的代志，毋是讲应该毋是讲遐尼大嘛。所以讲吼，真正要甲人一个人买收吼，你毋免遐尼侪钱。中国上厉害，你看迄台湾有什么罗先生会记，或者连少将有人买，偌济，你敢若几10万尔都。有的人甚至迄3、4万块的即个人民币，因都把这国家机密就卖出去了。我是感觉讲，真正讲着讲迄个买收，中国真正上厉害的。伊知影讲吼，迄个我毋免讲真侪钱，人嘛是安尼，你拿1亿来买我会警觉。你拿10万，敢若参与什么呢？美国迄个医生吼，心理医生还是讲律师吼，相谈费了，差不多啊。我大牌即个律师讲大牌医生伫遐吼，我互你4点钟，我摕10万，这无算讲过分嘛。这拢会自我安慰说。对，咱会摕细条的啦吼，但是真正秘密拢是摕细条安尼讲出去的，所以。范哥赛嘛，摕无偌济。还有啥问题？我头先我问这个问题，可能较无甲你的水平较无共系，我是讲看嘛，就是你安怎看咱即马台湾内底家己国家的领导者，简单讲，还是讲民族领导？因为这个问题是较复杂。我是感觉讲吼，即马吼，台湾内底，算讲对咱毋是啥物人吼，较有共识，但是咱是啥物人吼，较无共识。对，咱毋是中国人吼，咱毋是美国人，当然咱毋是中国人，这嘛算讲较有共识即嘛。但是咱是啥物款的人？吼，咱是讲你讲咱是台湾人，当然即嘛吼，迄个尤其是较少年一代，就是讲咱是台湾人，这我相信应该嘛是多数吼。
但是什么款的台湾人，吼、即内底就开始什么华独啦，还是讲台独啦，这个讨论就开始出来。对迄个中华民国的看法是安怎？吼、算讲较前面，因真侪的生活经验是讲，真正是互中华民国咧糟蹋，所以讲，咱有法度来甲中华民国来共同生存。但是到后来咧，算讲迄个到，算讲包括蔡英文到我即代啦，算讲迄中华民国伫台湾的基础已经非常非常知。对细汉出来的时阵，那就是中华民国。爸母伫厝里咧讲，你毋是中华民国哦，可能讲因惊讲咱世界二啊乱，讲因囡仔人毋知影，所以讲嘛毋敢讲。所以讲，变成讲，阮对学校讲转来，了伫厝里，老爸老母嘛真罕去甲咱迄个纠正，吼、这个东西就会留下来。到后来变成讲，会讲我是认同台湾，但是这个国家的名声，中华民国是毋是要坚持中华民国无一定，但是中华民国会当接受，吼、算讲真侪人变安尼。也是讲进一步要甲中华民国改图，要变向台湾，吼、这变成讲有的人的想法是讲，我就是认为讲绝对袂当安尼做一个台湾的独立，也是讲要台湾的民族，就绝对袂当搁用另外一个名，吼、有的人是安尼想，嘛有人是讲，即摆中华民国对台湾的问题是讲行袂出去，吼、因为伊坚持即个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竞争一个中国，也是讲伊嘛宣称伊是另外一个中国，即两个拢是伫即摆全世界无法度继续行落去。所以讲，因为即款的即个理由，毋是讲情感上面，也是讲意识形态上很坚决反对的一个理由，吼、就是讲伊无法度用嘛，高贵是啥度用别个名，甚至用 Banana Republic 吼嘛共款。虽然讲迄是啥个名，当然有个查甫就较歹势讲，无我叫迄 Virginia Secret 好无？我就讲开玩笑，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摆的确是即个无共款的一个讲法。但是我会感觉讲，这是我个人观察的另外一个较趣味的所在。除了讲原住民吼，因的即个本身的看法，有诶可能是较无共款，因为伊甲即个原地伫遮汉民族之间的即个关系以外，另外就是讲金门甲马祖，即摆要安怎来看待？金门甲马祖吼，咱即摆毋是讲这金门马祖是伊是这台湾哦，你叫要认同台湾，真歹认同。因为对1945进前，伊毋是日本的一部分嘛，伊就是中华民国一部分啊。所以讲，真正这金门甲马祖吼，你讲这个甲台湾之间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吼，真正是完全无同款。你要叫因硬死叫因讲这个最头到尾拢台湾人，真侪人无法度接受啦。当然，也是讲这个到算讲国民政府来时阵吼。佮因为讲国民政府伫金马战地正义，所以讲伫遐吼，因的即个时代，甲咧台湾开始有真侪民主的即个运动，因佮较算讲办台湾，佮办差不多要1个冬，吼，所以中间的经验是足无共款。所以讲这是遮吼，我很不认同陈玉珍吼，刚刚讲伊这个恭维实在是但是有一个部分，你讲为什么你要称之我是台湾人？他会因为即句来是刚刚大概爱想，根本伊是金门人的这个出席的背景，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会强烈的去抵制？但你要讲，你爱那会当无认同台湾？对来讲，为什么我要认同台湾？所以讲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这个想法所以讲，我讲这个问题过去台湾拢无讨论过，是讲。咱没办法去想象，当然是因为后来我有几个机会啊，因为你知影迄金门大学，我有开始有朋友去金门大学迄个所在教册，嘛因为金门吼，因为台湾要对金门要有很多的补助嘛，包括讲你是金门人吼，你每单拢有2罐金门高粱，配2罐金门高粱给你，所以讲真侪人为着这个吼。都刷移民刷到金门去，另外讲你有那个金门的那居民的那个身份证、金门户籍
啊，迄金门政府、县政府可会每当互你补助去台湾金门机票偌济解用。所以感觉讲去金门遐吼，有酒啦，啊有啉的，有坐，有通，佫有通佚佗吼，感觉诚爽。所以讲，就因为安尼开始有甲金门吼，迄边的人民开始有咧当地的居民有在接触，结果，互我一个上大一个 shock 就是讲，金门人足讨厌郑成功，就讲去考生甲，因为因伊的讲法是讲，这是我所听到啦，讲法是讲，迄当阵，迄个考生甲要拍台湾，要把这河南要甲用到走吼，伊要家己要建这个时阵，伊是甲金门迄边的人，硬是吼叫他当他的那个做伊的兵丁啦。啊，另外就把金门树啊拢甲占了来做伊的厝，所以讲一个小小金门都市吼，啊装了大概快20万的那军队吼，啊对迄金门抬到台湾遮来，所以讲对伊来讲，这郑成功迄足歹一个啦。所以讲有诶物件，真正我做一个伫即个所在，我无法度，我无度知影，我人爱到遐时阵。才会知影，啊，即款的故事，你讲国民政府的时阵，敢有法度互咱推出来？也无可能。所以，因为即摆你讲着讲这运动吼，我觉得迄台湾真正是无共的 layer， 迄足复杂的。这毋是讲无法度啊，我讲即摆即个对台湾这个认同，这是大的趋势哦。但是要安怎家己即个过程，莫讲somebody left behind 哦。我是讲即个物件是还蛮重要的。无啥问题吼，啊无先听。刚才都有人有要问题，若有最后一个哦，啊有，来。老师，我有两个意见吼。咱台湾甲中国已经120几年已经无关了啊。20年伊共产党就是讲台湾是伊的错，这是一个疑问吼。啊，另外我有听到讲咱台湾是美国的未划入的一州啦，啊，无因那要对咱遐好啦。我即摆是咧讲安尼，啊，有影过去吼，我的经验是，日本人教咱的技术，教咱安怎做生意，啊，美国人甲咱买真侪物件，甲咱落真侪单，所以咱甲咱经济来起来，啊，所以咱拢对这两国拢有那种莫名的那种感恩的迄个，啊，真侪人拢毋知影，我说啊，你哪会晓？啊，美日又那么，要么跟美国人那么想法，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讲法。我买两个亿，这个总结，请老师来带我一下。我想讲第二个，我本身个人看法是讲，台湾讲有个人讲台湾是美国的这个美国的为民讲的一州啦。我讲迄个无论讲伫法律顶头啥嘛，这不成立啦。啊，上条是讲你问这美国官员，伊讲哪是安尼？啊是讲你是我真正一部分吼，那我今仔日对你遮尔好。对你遮尔好，我对你遮尔好，因为我真正你我一部分我都甲你管落去啊，我还等你那么多。我意思讲，迄当时拍倒日本人是我美国人死足个少年家嘛吼，啊，甲日本拍倒，啊你中国根本就比迄重庆也无拍，是安怎要讲叫啊个日本国没有还给中国，只是宣布放弃而已。日本是当年是宣布这个放弃一开始吼，应该是讲美国一开始的时阵是有咧想讲这个物件爱献互这个爱献互蒋介石，迄当年是安尼想的。啊，但是就是讲建国政策伫1959，迄当阵韩战爆发了后，美国伊甲这个方针随做一个大改变。本来伫1949吼，迄人蒋介石迄个算讲中国无法度，人选到台湾的时阵，算讲伊来到台湾，伊嘛是做迄美国的迄阵嘛，甲伊驶到遮来。啊，真正是讲迄美国无爱互伊伫遮吼，为什么要互伊做，搁回来到遮？所以迄当阵美国的确是吼，我是觉得，
伊无想要甲台湾迄个独立出来，吼、但是我应该是韩战爆发以后，伊开始改变整个政策，所以讲要维持即个政界，卖互即个共产党甲摕去，吼、迄个台湾卖互中国，卖变成变成一部分。所以讲，这是有一个中间一个转变过程。另外就是讲吼，你看1948到1949迄当阵吼，当然发生日白了后，美国实际上是有国务院嘛，有迄情报人员伫台湾遐来做迄个探访，想要了解到底是台湾讲要发独立这真啊假？结果发现讲，因的结论啊，无论讲伊的结论这是真正是有做真好的调查是安怎讲？伊的结论就是讲，讲这是迄个台湾人民并无即款的即个意愿。所以，的确伫迄当阵，应该是讲，咱迄当阵啊，咱的迄阿公阿嬷，也是讲阿公阿嬷迄爸爸，我曾祖父曾祖母，伊迄当阵就是无做即款的决定，无对即个所在来行，所以讲这个东西决定会影响到那个后来。另外就讲中国为虾米吼，迄个一直尤其是阿中迄讲咱代志伊的一部分。当然，咱也是看迄包括1927吼，毛泽东迄当阵。包括伫迄个 The Red Sun Rising Over China 迄本册，美国一个记者叫做迄个 Edward Snowden 伊甲伊访问的时阵，毛泽东也讲以后包括讲台湾啦、朝鲜啦、蒙古啦，拢爱互这个民族独立。伊有讲过，你当有讲过，但是到后来就又改口啦。我会讲迄共产党吼。一方面是讲，国民党讲的物件，他会把它继承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一开始继承了，由于是国民党来到台湾，变成讲刚才你讲国共内战一直都没结束，所以讲伊对迄个安怎甲台湾这所摕起来，所以讲甲这国民党这个社会根据地把它拿下来，伊刚刚讲这是完成国共内战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伫遐吼，虽然讲台湾过去完全无互即个共产党有迄个管理权，但是咧，就讲一开始是迄个国民党伊本身的一个主张，第二个是讲甲国民党摕起到台湾遮吼嘛有直接关系，所以他就把这种连在一起。即马因为讲遐尼久啊，一直咧讲即个中国要收复失土啊是安怎变成讲本来就毋是你的，忽然就变成你的师徒。这个所在讲遐尼久，你嘛无法度来做改变，所以讲，我是讲共产党现在变他自己于那个教育上面的一个囚犯，就无法度改啊，又为了这个家己正当性无遐悬的时阵，搁要强调民族主义，叫民族主义又好像逼着你必须要把台湾收复。所以讲，习近平一天到晚咧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中华民族美来甲复兴吼？要甲摕着台湾，才有啥物关系？你一定要摕着台湾，才有法度复兴嘛？你即马无法度家己来做家己吗？所以一方面对咱来讲真野善啦，对因来讲，我是感觉讲嘛真痛苦。最近我听迄个基金党的陈奕奇讲啊，伊讲一个解放，这讲生笑，毋过嘛是听想起来嘛是有淡薄仔道理啦，是讲把中央国民党送去转去中国啊，中华民国对因转去啊，安尼伊就转去复兴中国啊，甲共产党拼嘛，安尼就实现因的民主啊。因迄国民党绝对袂当去做，因为对因来讲吼，伊转去中国，伊就失去伫即个所在争取共产党那个，因为就是人爱伫遮，所以讲迄共产党遮需要迄国民党来替因甲迄个台湾个帮他们收回去。是讲伊真正转去中国，就刚才是讲我讲郑克爽，上侪郑克爽伫遐做王爷，做到死嘛。有偌侪人当做王爷？袂啦，他们不会的。为啥即个蒋经国哪会惊美国人惊啊？就一江南事惊一惊，第二买美丽倒事惊。啥物人拢无人有意法了，敢若伊敢若惊美国人安尼，讲几句话伊就错了是，迄啥物问题？江南事件，你派台湾的算讲台湾的情报人员吼，一个 contract killer，
叫一个黑社会跟黑社会让那个户籍和黑社会去遐抬美国公民。如果若是照即摆共产党讲，我即本岛的代志啊，甲你什么关系？啊，咱嘛无违法啦，咱。但是你台籍是美国公民的。哦，台你当然有。当然，他是有美国，他是，共产党当然伊讲，任何看起讲中国人的，还是讲亚洲人，拢是中国人，伊才无咧管待讲你本身的公民身份是安怎。这是共产党那种强盗逻辑啊。另外就是讲迄个美丽岛事件吼，迄当阵，这件代志应该是讲这个美丽岛事件伫迄真侪国家引起真大的风波，就是讲。这个是那个算是一个很大镇压。另外一个更较麻烦的所在是讲吼，你看这是甲迄80年代台湾甲中国伫美国这个形象的这个比较有关系。伫1979吼，邓小平复出对无？四人帮被打倒，华国锋后来又被干掉。那邓小平起来，起来其实他先讲说什么4个改革，有4个现代化嘛，当然这现代化内底无讲政治。但是起码大家认为讲，迄中国应该是讲，即个刚才像要想做一个改革，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尤其是经济点头爱做自由化。对美国来讲，这是很大的一步啊，因为社会主义都是国家控制经济，那现在你要把经济松绑，这是真大的无同款。另外一个是讲吼，邓小平迄当阵甲迄美国建交嘛，建交的时阵，伊有算讲 promise 美国几样物件，当然希望讲迄个某一方面是，互迄美国甲台湾断交吼，会当较无遐尼侪问题。所以讲，伫迄当阵，邓小平就开始讲和平统一、1国2制了无。过去无就都是讲学习台湾嘛，邓小平开讲迄和平统一，毋甲安尼什么夜间讲这夜9条对无？伫迄金门，咱过去去金门港做编学，暗时伫遐徛卫兵，惊讲阿公迄边迄个水鬼上来，咱就会抬去啊，对无？迄当阵每一人会惊安尼。但到迄个，即使到后来无真正咧抬人，但是嘛是会把你耳朵割掉啊！真正那都是真实的事情嘛，对无？结果迄个对迄当阵了后，即款代志就无啊。结果引起金门，也是讲迄咱过去的人，伊那个一个默契是讲遐看一个电影，拿电影票回去交差。迄当阵是安尼，所以讲我即摆讲这个故事是讲吼，为着即个邓小平为着甲即个美国甲中国建交，伊的确是有对美国做某些承诺，对台湾即个所在要做某些松绑的动作，伊有做到。所以讲美国认为中国邓小平这是有信用的。第二是讲邓小平对迄当阵开始的4个现代化，互即个中国的形象伫美国开始愈来愈好。但是同一个时阵咧，咱是先是美丽岛。了后是迄江南，搁抬死林义雄，连迄个算讲阿嬷甲迄个5岁囡仔拢甲抬，搁有即个算讲另外一个美国人教授，转来台湾时，莫名其妙就死掉了，变成来做。这个代志，你伫美国去点头看，台湾遮毋干那讲即个停止选举，搁开始个情报人员4个咧抬人，因为惊讲这政权无法度生存落去。所以讲，反倒咱整个政权是越来越糟糕。伫美国的时阵是中国在往上成长，台湾是往下沉的，迄当然是安尼。